快3个小时，4个小时。应该跑第一个。花还没得就算了，订都订了，他今天给我送过来，他不送啊，他不送啊，钱都给了，你给了吗？肯定给了，订了他走了之后，今天订了他就把钱给了，没事儿，我送别人一样，一样的，我说那个，我直接送给他们一个，随便送一个，好吧，我直接送他们好吧，没事，我直接那个主要是那个没来，哦，没事，我今天随便送，是给那个。可以啊，今天用这个还是穿了很多次。他说他随便找一点，他说他那有些说自己拍的，他那个一般我都是送的。啊，都一般嘛，他们自己有一点钱就说。就是他没来，他来的话我都是300。没事，我今天还要送那个强暴大叔，他们给他送水果。反正都基本熟悉了，没事儿。反正今天我还想送其他那种发那种真的那种，但是那种动物造型的那种，就说你可以永远一直摆到那种，不过时不过期那种我想买那种也贵了200-300块钱。那种你可以放到屋里不用丢啊，就是一种动物造型，啥子是兔子啊、狮子啊或者啥子其他的。今天我看了解了哈，有2种，一种是水里沾了水就爆贵了，有一种是就是真的话那个不存在，一辈子都可以用。这个是Hello。这个是不是我不是直男的？这个不知道是谁，没去问。又不是忙其他的嘛，等于这是工作的嘛。像我们这种闲人还躺平了的，随时可以到处跑。去国外转几天，结果待了不行，待不了几年，几个月没事儿，没办法，中国的护照就这样子。
哎，我看今天金明珠没来吗？他5点半就到成都机场，过来的话应该在8点多，差不多到了吧？那个是啥不啊？是哦，那个戴眼镜的那个。这是谁啊？不是那部娃娃，我以为那我老看错了。来了，你帮我等会儿，你帮我送给他啊。好吧，你的花啊，好，到时候我把那个钱付给你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好。这100块钱。这个其实8堂学生，8堂我母他们2个，这穿的黑色也瘦，再高一点。现在呀，好快，他一点就对了。这个今天来的比较准时，秦昊大叔来的比较准。用错那个，这个是延这个好高啊！你看，玻璃机全面。其实他应该和我们他们比赛的，哈哈，身高这么高。这个小朋友，还有这个来成都玩的。
说话，每天都在城里面，不知道去哪个地方。看我现在在这边直播的。你过来嘛，过来嘛，才没有多远。哦，要赶地铁哦，有点远，有点远，20多公里。我准备去阿坝回去，太多了就没去，没出去。哇，全身是汗，对，太容易出来了。高一些。马上把动作了。黑色的，这一点不行，全部里面黑色的。对，每天 every day。下雨也差不多，下雨和天气没关系。穿旗袍，那个女孩子穿旗袍在跳，还可以啊，跳得很稳。传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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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说。
让身做父母带给你那牵着，就那在个点着嘛就身体肯定噻呀，就那在个点着嘛就身体肯定噻呀。哎，这个小朋友要干嘛呢？这是白货请他过来的。能抱一抱吗？有空吗？轻点，不要压太挤了。他没送过来啊？没有啊，在路上吧，晚8点18了吧？有好几8点半嘛，今天说我要提前上。他应该是他过来都送了吧？他已经那个吧？哪人上啊？对万一人多了，我都不好整了，晓得吧？到时候我把钱给你，加个微信嘛。啊，没事，好。哎，我问杨杨，你现在还要送？你做好了的嘛？现在可以送过来不嘛？现在送过来嘛，早点送过来嘛，好，反正这个差点登记。啊，好吧，好，拜拜。加个微信，到时候我发工作把钱给你啊。给我吧，我来拿嘛。哎，每次找我，老板不要做。哦，要同意嘎。哎，我加你了啊。好，到时候我直接把钱给你啊。啊，没事。小吹。好的，你帮我改一下。又错过了，雍正带哈达的。今天连续几天了，3天嘛几天的都有后场哈达。吹这个大呀。谁有这雍正都带第几次了？啊？带第几次了？你看看，还又带那个了。啊。这连3天了。哎，那个哈达，我昨天放在这里在哪呀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五彩的嘛。我到王清。哦，王清。这个是季长美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有点像呢。不是，认错了。佳佳的意思，佳佳了。后面停顿了一下。
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不要搞。
阿坝县，这个在阿坝县，对。真刺激！这个吗？这个头发有点高的那个，知道不？罗在阿坝州，没在这儿。他那次这段时间待的是最长的一段时间，在成都吧。啊，那个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叫他小罗就完了。雨涵应该在，他跑里面去了。
啊，你们买，你自己买嘛。第一千多，对呀，就是呀，你买得起吗？多少钱你养得起？哎，不要拉，干嘛扯他鼻子？不要扯他脖子呀！我这个要弄。这好像是个小孩子呀，你抱起来。怎么了？哎，好，等一下，放在地下嘛，放地下。网络有问题吧？网络一卡一卡的。哎，你看我那边，没有来。昨天你走了啊？昨天后来那个你走了啊？还没来啊？没有，马上路上了，还有1公里多，还有1公里多。网络有问题吧？还有个宝，还有宝，还有道。卡起了。喂，喂，喂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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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嘛？我在雕塑这儿，雕塑这儿跳舞那个地方。公交车站，你看有雕塑，很多人跳舞，很多人跳舞这儿，看没有？你看雕塑嘛，你那儿很多跳舞的找到嘛？看到没有嘛？有音乐的地方，我在正中间位置。拿进来，我在中间有个勾儿，你看我前后勾勾哈，你找我嘛，你直接过来，哈，中间哈。
进来嘛，我这儿弄枪狗狗。好，你进来，没得事，等下就停你进来嘛，进来，我摸出来，好。等一下把你放着吧，放着了，好。好。送人的嘛。啊？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我这直播都断了，我直播都断了。直播挂机了？对啊。怎么挂机了？刚刚他们两个有起来了。不是，对那个网络有问题，刚刚网络有问题。谁的话呀？谁的话呀？是男的吗？女的？女的。等一下，网络有问题啊。直播题是什么情况？对。哦，你讲一下这个。
对网站说是在可以在网上看就是 YouTube 上面的，啊，全部在油管上面，就是 YouTube 上面，对对，那只要搜寻张国伟就可以了。就直接搜小李 TV 就可以了，就是小李 TV，好，就 YouTube 上面的。对，没事没事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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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该取证的，是哪个说的？你知道噻？那个。哪个？另外一个那个，他知道他那个手段，取证，这个跟那个全部对啊，好了，取证在那个在哪儿？这边。是哪个取证？哎，这个取证，哎，等一下，不在这儿呢。大堂取证不在这儿呢。永贞嘛取证，取证啥货？取证大堂取证，老刘啊，取证嘛，回哪儿去了？大杨家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在前面，不是取证，跑哪儿去了？没看到呢。没走，没走，红布都还在的嘛。马上取证了。他去哪里？当然应该就上厕所去了。待会儿说。这个给枪马大叔，韩国那个。来那边。这个还是韩国那个说的。谢谢了，没事。听我就谢谢他了哦。要说了。可能去厕所了。
商场。还来了。说了刚刚来嘛，我翻了个手机，刚刚那个手机不知道咋回事，网络应该有问题，网络肯定有问题，然后连那个是联通的，好像用电信的，然后连了几个软件都直播了，应该有重新连了7次，都是有问题，然后把那个只有换手机了嘛。这个我问一下，不知道叫啥名字？这个是不是新的队员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，昨天就在跳，知道是谁。这个是谁？小西西，我才知道。哎，是那个吗？哦，阿宝的。哦，对对，你晓得啊？我知道啊，每天都在直播嘛。你是小西西？对啊，每天我们关注的那个。以前一直问你什么时候来，他一直拖7、8月份。啊。关注了好久了，我在聊天那个，我这就有点现在是没确定哦，是小西西。小西他在家里面就在直播。那个7月份觉得他是8月份来，8月份一直拖了好久，他不是现在才来哦。那昨天我看他还在家里面呢，小西西，他名叫小西西。阿坝州的，阿坝县的。对啊，手机要拍一下吧，小西西。我们还是爱笑，只说看吧，说笑就笑嘛。下面还是很那个的，很开心，就是很开朗的。因为他在我曲珍玩的时候，随时在笑。在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跑到买水回去了。他就喝水去了。喝水去了是吧？外面商店去了。啊？去商店里面买水去了。这个好多钱？这100啊。100是吧？100块钱的，少一点点。跳起来！明天回去拿现金给你啊，我只有现金了。啊，没事。
场，等一下，手机相机没电了。接那个干杯，线电电源呢？七校。
姓李，李的李，没办呀。这是什么？你两个真的是太多了。哎，搬了都搬来了，搬了都搬来了。吉祥祝福。歌手也是容易出汗的那种，全身都是湿的。哎，取经呢？叫歌颂，他是最喜欢跳舞的。他跳得好的应该是卡子式跳得最好，还有纺线，还有其他基本都跳得好吧，我觉得。天生就会跳舞。
徐峥真的没来呢，到哪儿去了？他没过来呢。没看到人啊？有他电话没来得？直播。有电话没得？他来直播了嘛？这个啊？你知道他来直播吗？他来直播。我没有他电话呀，只有微信。你问他微信啊？微信。那个一会儿。哪个手机是他的吧？啊？哪个手机是他的？手机啊？我手机直播干嘛？不好意思。他不在直播吗？他人呢？他直播要找账号找封了嘛？刚刚找封10分钟。好像是啥的意思？他们在外面一圈儿，你找一下。没看到吧？他跟那儿擅长的时候那个也可以。是不是这个花呀？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好。老板，你看这个小西西啊，周前天我看直播有的阿巴西安的，那就没进去看他，他跑到成都来了。说几个月，他问我到成都来什么地方，去罗马还是去境外？我说肯定去境外呀。他说他们都去罗马呀。他说你去罗马你知道的。阿巴西安一般都在境外这边，甘孜州的一般在罗马。他说他儿子阿巴西安的嘛，他说考虑一下，然后考虑好久，然后应该在2-3个月了吧。他说8月份7月底来，7月底没来，8月份8月计划里面又那个了嘛，休息了嘛，我们一直没来，终于来了啊。他应该去罗马，应该还跳过的，估计应该是要去，都要去。
哎，曲真消失了，不来了。真的我就是挑到一半人不见了。啊，他别人要出发，哦，不在了。他手机哦，他手机也不接。虽然知道有可能就不要了，有可能。哦，有可能，我只是估计啊。三个名字，我目前知道就三个名字：成都赛马、康巴衣服、玉树衣服。还有的其他名字也是这首歌。找到没有？他说他回去了。他那怎么办？他把发了送了吧？打电话。我把直接发了送了嘛，马上结束了。送了。你送谁的？今天早上送。送给苏拉吧。你送苏拉吗？那你送。马上结束，马上你接拿，接拿个去。来吧，来。来10公里。行吧。哇。你跟我说。嘿嘿嘿。谢谢。9点1点结束，马上结束了嘛，没人送了嘛。转
两圈儿不要聚集在一起。他说去成回家了。马上要结束了，就最后一曲了。好了好了。你看嘛，真的不到人管他全部带去，他还把我投诉了一顿。哪个？那个管理人。跳嘞！我今在拍雨涵。都在拍了，都跑过来拍了。我以为你不来了嘞。他们刚刚就被叫，然后我就拍雨涵了嘛，就冲过来了现在。行吧行吧，行吧行吧，该休息了，行吧行吧。手机包了哈，你们啊，这两个，全身冒汗，hello。他今天那个没得呢？那个不是的。现在就是吗？等一下嘛。别忘了，昨天我过去了，他们说的没得音响，喊我今天把音响我给他。哎，去真来了。今天我甩都甩不动，但我家都好多天都没去。哦。昨天人请打电话说我今天拿过去。嗯。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。没事没事。不用，现在就不用。对，我们都是大家一起的，你也不用多钱。没事，你过来嘛，你过来。不用多钱，不是，哎，你过来嘛，没事没事，咱们交个朋友好吧？不用，开头不得，今天来我们收到。不认识。突然确实不好意思。然后我被举报了，然后。
那个音响放在这上面。你又拖音响啊？现在又拖音响啊？早上不要拖音响的。干就。啊，看俺老子不，俺音响没给出来。瓜子那个，俺手上没弄。俺音响没给出来。俺音响没给马上就不是他们长这样。哦，要音响放上来吧，我还是拿去看了。拿个手吧。谁在拍照？给输了吗？输了。好了吗？手机上卡住了，谢谢你啊，手机卡住了。听我的建议啊。好舒服。哎呀，好，给拍球。妹妹屁股，他妹妹屁股。姐姐，我们一起拍嘛。来吧，我给你拍。来去。要把灯光开亮一点，我开个闪光哦，把闪光开着。刘德华。国政府的老师，大家加油！帮你打灯嘛。哎，灯打开了。闪的我都是。走。对，网络不好，一直连了7、8次。帘子也好。也不是，就是断断续续就像7、8次，因为其他软件也是了。我那个网络有问题，放在那个联通放电信就好了。小妹妹，你是在成都吗？它比较慢，一晚上它不亮。好，谢谢你们喜欢。哪里，真的非常喜欢，我们是老果粉喽。我在跳舞的这个路上会加油的。好，走了。很好。好的。明天接着再来。明天早点。现在早点才可以去罗马了。我也给他提了。今天几点钟？你咋个有队服啊？你怎么有队服了？小西那个我可以给你。你怎么有这个衣服啊？明天拍吧。不是，那你跟他们差不多了。不是哈。队服都差不多的颜色。哦，没有加。要拍什么？我们有点像是走路的视频。是吧？拍一个吧。你要拍吗？一起拍了吧。在那边。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明天我要拍，你一个人走吗？几点钟去拍了算了吧，拍吧，小西西，第一次，哎，一起嘛，反正他要去拍那个小西西。对啊，我以前不是在那个上面嘛聊天嘛，你们去罗马还是去那边，知道吧？这个狗摇不摇？他那是你问那个到罗马还是到境外，你肯定不知道了噻，因为现在我看你每天都在直播，没点进去，因为直播太多了。这个狗摇不摇啊？不摇噻，不摇噻。走，头抬起来，哎，对。一般人。这太快了。师傅，你要走个师傅，你要走一下。就是一般那个慢动作嘛。啊，走。动作放慢。对。一般15秒钟到20秒钟。慢的。都有慢慢的。他调慢动作嘛，240帧或者120。这个要不要我报？不用，谢谢。他习惯了。
海风神，海风好，神这个位置。很喜欢狗，啊，它叫什么？叫范罗的范。来，慢慢走，看看我。对。转过来，哎，对，转过来，转一圈。对。走过去转一圈。啊。再走过去转一圈。转身哈，转身。转身走好，对，走。转身笑一下哈。就是从那边。就从这里走。从这里哎，上对去。。好。转身。对，笑一下。就从这里走过去，然后转身，转身的时候笑一笑，慢慢的走啊，别走。对，转过去。对，你看。比较大气型的那个高一点点，那个还翻得到。出来一点，走出来一点，不盲道，哎对，慢慢走哈。走。好，走了。再来一次。好。好，碰好。走。小徐，你是要去见男朋友吗？那么快走？没有。走慢一点也可以，走慢一点。慢走。稍微走慢一点。好。走。对，慢慢走。对，就这个感觉。对，转过来，对，好，OK，行了。不用的嘛。